人這一生最容易弄錯嘅一件事，往往唔係年輕時嘅闖蕩與莽撞，而係退休之後嘅選擇與安放。大半輩子，我哋習慣咗為生活奔波，為三餐勞碌，為家人犧牲，將顧家當成人生唯一嘅職責，將付出活成自己嘅常態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日掛住工作，掛住子女，掛住家庭瑣事，從來冇認真為自己活過一日。好多人一輩子嘅人生邏輯簡單到可憐，年輕時努力撈錢養家，中年時拼命撐起頭家，等到熬到退休，任務完成，餘生就理所當然奉獻俾屋企，繼續湊仔湊孫，打理家頭細務，為後輩兜底扛事，直至人生落幕。但走盡半生風雨，睇透無數家庭嘅興衰起落，人情冷暖，我先至慢慢發現一個最真實亦最殘酷嘅真相：絕大多數普通人嘅晚年痛苦、內心空虛、親情消耗、身心勞損，從來都唔係因為退休之後無錢無閒，而係錯將退休當成全職管家嘅開始。好多長者一退休就即刻將自己嘅時間、精力、情緒甚至積蓄全數綁定喺家庭之上，徹底捨棄自我、捨棄愛好、捨棄社交、捨棄屬於自己嘅生活，最後換來嘅從來都唔係兒孫滿堂嘅溫暖感恩，反而係身心俱疲嘅無奈、不被珍惜嘅委屈、被習慣消耗嘅淒涼。身邊見過太多長輩辛辛苦苦奮鬥40-50年，熬白咗頭，熬殘咗身體，終於熬到退休，可以免於朝九晚五嘅束縛，免於職場嘅紛爭壓力，本該迎來人生最自在、最從容、最屬於自己嘅下半場。呢段歲月冇工作壓力，冇養家重擔，冇年少慌亂，係人一世之中唯一真正屬於自己，可以自由支配、隨心而活嘅黃金時光。偏偏無數人將呢段最珍貴嘅餘生毫無保留、心甘情願咁全數奉獻俾家庭，日日圍住子女轉，圍住孫輩轉，圍住屋企瑣事轉，活得冇自我、冇樂趣、冇底氣，最後活成咗家庭嘅免費保姆，後輩嘅無限兜底，親情入面最唔被看重嘅透明人。好多人一生都活在世俗嘅刻板認知入面，堅信為家付出就係最大嘅功德，老人就該以子女為中心，退休就該幫襯後輩分擔家事，將自我犧牲包裝成偉大嘅親情，將無底線付出當成長輩嘅本分。世俗總係教我哋要無私、要顧家、要體諒後輩嘅不易，卻從來唔有人教老人家晚年最緊要係顧好自己、成全自己、善待自己。世人讚美捨己為家嘅長者，卻忽略咗過度犧牲自我嘅晚年，從來都唔係幸福，而係一場漫長且無聲嘅自我消耗。閱盡世情，看透人性之後，我先至徹底明白點解真正通透、眼界長遠、活得清醒嘅聰明人，退休之後從唔會將自己嘅全部時間同精力耗費喺家庭之上。佢哋並非冷漠無情、唔顧子女、不愛家庭，反而係比普通人睇得更透、想得更遠、活得更清醒。佢哋守住嘅兩個晚年真相，看似簡單，卻道盡咗千萬家庭嘅相處規律、人性底層嘅邏輯，亦解開咗無數長者晚年勞碌卻不討好、付出卻被消耗嘅困局。呢兩個真相足以改變一個老人嘅晚年質量，亦足以保存一家人長久和睦嘅親情溫度。第一個戳破無數長輩晚年執念嘅真相：家庭從來唔需要一個24小時在職、毫無自我嘅全職老人。過度參與只會搞亂小家秩序，養壞後輩惰性，最後
吃力不討好。大半輩子，我哋習慣咗為家庭負責，習慣咗事事操心，樣樣包攬。細路細個嘅時候，我哋照顧飲食起居，打理學業瑣事，為佢哋遮風擋雨。呢份付出係父母嘅責任，係親情嘅本能，無可厚非。但好多長輩錯就錯在將養育子女嘅責任無限延長到子女成家立室，自己退休養老嘅餘生之中，從來唔懂收手，唔願意放手，唔捨得留白。好多老人家退休之後，每日嘅生活軌跡單調得令人心疼，亦荒謬得令人無奈。天光起身，即刻買菜做飯，打掃衛生，執拾屋企，跟住接送孫仔，輔導功課，打理後輩嘅日常瑣事。日頭為子女嘅工作煩憂，為小家嘅開支操心，夜晚仲要等候晚歸嘅後輩，收拾凌亂嘅家務，規劃第二日嘅三餐。一日24小時，全年無休，冇假期，冇娛樂，冇社交，冇屬於自己嘅片刻清閒。人生前半場為自己嘅小家奔波，人生後半場為子女嘅小家勞碌。一世人從來冇一日真正為自己而活。呢種看似無私、滿載愛意嘅付出，喺短期之內確實可以讓後輩輕鬆不少，減輕年輕人嘅生活壓力，讓小家庭嘅日子過得順暢安逸。但人性永遠係貪婪且習慣性依賴嘅，任何無底線、無邊界、無休止嘅付出，到最後都只會換來兩個最殘酷嘅結果：一是後輩習以為常，將你嘅所有勞碌付出視作理所當然；二是過度介入小家生活，打破年輕夫妻嘅相處平衡，滋生無數家庭矛盾。世間萬事最忌過猶不及，親情付出更是如此。年輕人成家立室之後，本就該獨立承擔家庭責任，學會打理生活、規劃日子、包容伴侶、教育子女。呢個係每一個成年人必經嘅成長過程，冇任何人可以替代，亦冇任何人可以幫忙走完。父母退休之後嘅過度包攬、全程投入，看似係幫襯、係體諒、係疼愛，實際上係剝奪咗年輕人嘅成長機會，弱化咗佢哋嘅家庭擔當，慢慢養成依賴、懶惰、推卸責任嘅心性。我見過太多真實嘅家庭樣本，幾乎如出一轍。有婆婆退休之後，日日住喺仔女屋企，全包所有家務。一日三餐悉心打理，屋企衛生一塵不染，孫仔起居飲食全程包辦。年輕夫妻返屋企只需要食飯休息，攤手嘆世界，從來唔使操心任何家事。一開始仔女滿口多謝，態度溫和，覺得父母體貼顧家，辛苦勞碌。可日子一長，一切都變味咗。年輕人慢慢習慣咗老人家嘅全方位付出，覺得老人家退休冇事做，打理家務、照顧細孫本來就係天經地義。一旦老人家稍有怠慢，身體唔舒服，休息一日，或者做事唔夠完美，即刻就會迎來後輩嘅不滿與埋怨。飯菜唔合口味會被挑剔，屋企打掃唔夠乾淨會被指責。湊仔方式唔合，心意會被吐槽，甚至老人家偶爾想出去行下，同朋友聚下，有少少自己嘅安排，都會被後輩質疑唔顧家、唔負責、太自私，大半輩子無私付出，晚年日日勞碌不休，最後換來嘅唔係感恩體諒，反而係諸多挑剔、無數埋怨，身心俱疲之餘，仲要受盡委屈。更加值得深思嘅係，老人家過度介入小家生活，必然會插手年輕夫妻嘅相處模式、育兒理念、消費觀念，甚至日常溝通瑣事。兩代人成長環境唔同，時代觀念各異，生活習慣迥然，
必然存在諸多代溝與分歧。老人家事事過問，樣樣插手，憑住自己嘅經驗管教後輩，指導小家生活，只會不斷製造矛盾，放大分歧。原本簡單嘅夫妻磨合、日常瑣事，因為長輩嘅全程參與，變得複雜糾結，爭執不斷。好多年輕夫妻原本感情和睦，相處融洽，就因為長輩退休之後全程介入，日日相守，事事操心，搞得小家雞犬不寧，爭拗連連。夫妻之間少咗私密相處嘅空間，多咗諸多觀念碰撞嘅矛盾，少咗互相體諒嘅溫情，多咗被長輩管束嘅壓抑。久而久之，小家氛圍扭曲，夫妻感情變淡，親子關係僵硬。而呢所有問題嘅源頭，往往都係長輩過度嘅付出、無節制嘅介入、唔願意放手嘅操心。真正通透嘅聰明人一早睇透呢個人性真相，佢哋明白父母嘅愛係一場漸行漸遠嘅放手，而非一輩子嘅捆綁與束縛。養育子女只管負責教養成人、引導成才，至於子女成家之後嘅生活、小家嘅經營、日子嘅過法，理應交由年輕人自己把握、自己磨合、自己承擔。退休之後嘅長輩，最明智嘅選擇，從來都唔係全程投入、事事包攬，而係適度抽身、適度留白、適度疏離。可以關心，但唔過問；可以幫忙，但唔全包攬；可以體諒，但唔無底線犧牲。子女遇見困境、遭遇難關，適時伸出援手，雪中送炭，係親情溫暖。但日常瑣事、小家經營、生活磨合，堅決唔插手、唔干預、唔操心，係晚年智慧。保持呢種有分寸、有邊界、有留白嘅相處模式，先至可以保存小家嘅獨立秩序，成全後輩嘅成長擔當，亦能夠讓自己遠離是非紛爭、瑣事消耗，守住晚年嘅清閒自在。太多長輩一生嘅悲劇，就在於太過負責、太過操心、太過無私，誤以為越係付出得多就愈被珍惜，越係全心顧家就愈親情濃厚，卻唔知道人世間所有關係，太近則生厭，太滿則易損，太勤則被輕。毫無底線嘅付出，從來都換唔來真心相待，只會換來得寸進尺嘅依賴，理所當然嘅消耗，肆無忌憚嘅挑剔。適度放手唔係唔愛，而係最高級嘅成全。適度抽身唔係冷漠，而係最清醒嘅自保。第二個顛覆無數長輩認知嘅晚年真相，你的餘生價值從來唔係依附家庭、取決子女。晚年最大嘅福氣係找回自我，活好自己，而非燃盡自己照亮後人。好多老人家活了一輩子，從來都冇建立過屬於自己嘅人生價值觀。佢哋一生嘅所有成就感、幸福感、滿足感，全部綁定喺家庭同子女身上。子女優秀，自己就覺得風光；子女順利，自己就覺得安穩；家庭和睦，自己就覺得幸福。一旦子女不如意，家庭有波動，後輩不體諒，自己嘅人生就瞬間失去意義，頓感空虛迷惘，萬念俱灰。呢種將自我價值完全依附喺他人身上嘅人生，本身就係一場最大嘅冒險同悲哀。人心會變，世事無常，人生喜樂本就是常態。子女有自己嘅人生軌跡，有自己嘅因緣際遇，有自己嘅福禍得失，冇任何人可以保證一輩子順風順水，事事如意。當一個老人家將自己全部嘅時間、精力、情緒、快樂全部奉獻俾家庭，綁定俾後輩，就等於將自己晚年嘅主動權、快樂權、幸福權全數交到咗人手入面。
後輩懂事、體諒、孝順、感恩，你嘅晚年先至可以舒心安穩。後輩自私冷漠，不懂珍惜，你嘅晚年就只會滿目淒涼，備受委屈，將自己嘅人生幸福寄託喺他人身上，本身就係最被動、最脆弱、最無保障嘅活法。偏偏大半數長輩一生都執迷不悟，退休之後徹底捨棄自我，冇愛好、冇社交、冇追求、冇娛樂，人生所有重心都繞住家庭轉，活得卑微、被動、冇底氣。我見過好多退休長者，年輕時風光一時，做事利落，眼界開闊，有自己嘅事業、自己嘅圈子、自己嘅追求，活得自信從容、神采飛揚。可一旦退休，全心投入家庭之後，短短幾年時間就變得眼神黯淡、言語瑣碎、格局狹隘，滿身怨氣，日日圍住柴米油鹽、家長里短，子女瑣事打轉，眼界越來越窄，心態越來越燥，思維越來越固化。除咗屋企嘅是非得失，再無其他見解與格局。呢種變化從來都唔係歲月催老，而係自我放棄、自我消耗、自我捆綁。當一個人徹底失去自我，將餘生全數奉獻俾家庭，就等於主動關閉咗自己人生嘅所有可能性，捨棄咗晚年所有嘅精彩與驚喜。你會慢慢忘記自己中意嘅嘢，忘記自己嘅愛好，忘記自己嘅追求，甚至忘記自己本來嘅樣子，淪為家庭嘅附屬品、後輩嘅襯托品，一生勞碌，卻從來冇真正為自己活過一日。更加現實嘅一點係，人到晚年，最珍貴嘅從來都唔係你為家庭付出咗幾多，為後輩犧牲咗幾多，而係你是否活得自在、通透、安康、從容。世俗總係讚美無私奉獻嘅長者，卻從來唔會問呢位老人家是否活得開心，是否過得舒心，是否冇遺憾。好多長輩一輩子為家犧牲，到最後一身病痛，滿腹委屈，內心空虛。回望一生，除咗勞累與消耗，再無屬於自己嘅精彩回憶。呢先係人生最大嘅遺憾。聰明人之所以退休之後從不耗盡餘生喺家庭之上，正因為佢哋睇透咗人生價值嘅核心邏輯。父母嘅使命係成全子女嘅人生，而非犧牲自己嘅人生。晚年嘅意義係修養身心，享受餘生，而非繼續勞碌、無底線付出。人生下半場拼嘅從來都唔係子女幾多出色，屋企幾多富足，而係自己身心是否安康，心態是否從容，日子是否舒心，靈魂是否自由。退休從來都唔係人生嘅終結，而係真正屬於自己人生嘅開始。前半生我哋為生存奔波，為責任堅持，為家人付出，身不由己，無可奈何。後半生責任已盡，使命已完，終於可以擺脫束縛，遠離紛爭，隨心而活。呢段歲月唔需要看人面色，唔需要委屈自己，唔需要強行付出，只需要善待自己，成全自己，愉悅自己。真正通透嘅晚年活法，從來都唔係全職顧家，日日勞碌，而係清醒自持，有戒有道，自我豐盈。每日留足時間俾自己，鍛煉身體，修養心性，培養愛好，結交良友，遊歷山河，充實生活。唔將時間浪費喺無謂嘅家事瑣事之上，唔將精力消耗喺後輩嘅人生選擇之上，唔將情緒糾結喺家庭嘅是非得失之上，守住自己嘅生活節奏，經營自己嘅晚年天地，先至能夠活出自在，活出氣質，活出福氣。好多長輩會心生疑惑，難道退休之後就唔使顧家，唔使幫襯後輩，唔使為子女分擔壓力？
難道通透就等於自私，清醒就等於冷漠？其實不然，真正嘅清醒從來都唔係冷血無情，不顧親情，而係拎清主次，分清輕重，識得進退。顧家唔等於捆綁自我，付出唔等於透支餘生，體諒唔等於無底線犧牲。我哋依然可以愛子女、顧家庭，體諒後輩嘅不易，依然可以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，為小家兜底。但呢份愛、呢份付出、呢份體諒，必須要有底線、有分寸、有節度，可以雪中送炭，絕唔事事包攬；可以適度幫襯，絕唔無休止消耗；可以溫柔體諒，絕唔委屈自我。愛人先愛己，度人先度己。一個活得自在通透、身心安康嘅長輩，先至可以真正溫暖家庭、滋潤親情、成全後輩。反之，一個徹底捨棄自我、耗盡餘生顧家嘅老人家，日日勞碌不休，滿心牽掛，滿身疲憊，必然會心生怨氣，情緒浮躁，思維狹隘。長期嘅自我消耗，會讓人變得敏感糾結、愛計較、易動怒，將自己嘅負面情緒帶入家庭，讓整個小家氛圍壓抑沉悶，充滿爭拗。你以為你係為家付出、為愛犧牲，實際上你嘅過度勞碌、過度操心、過度依附，早已成為家庭嘅隱形負擔，後輩嘅無形壓力。人世間最舒服嘅家庭關係，從來都唔係一方無底線付出，一方理所當然享受，而係各自獨立，互相體諒，彼此成全，禮尚往來。長輩有自己嘅生活天地，後輩有自己嘅人生軌跡。長輩唔干預小家瑣事，後輩唔依賴長輩兜底。長輩自在安穩，心無掛礙。後輩獨立自強，認真生活，彼此親近卻不離，相依卻不捆綁，相處舒服，往來溫和。呢先係家庭和睦最長久嘅秘訣。再深一層講，老人家懂得放手，經營自我，唔全情耗喺家庭之上，本身就係對後輩最好嘅教育。你活得通透灑脫，自在從容，子女先至會懂得人生嘅意義，唔係只有勞碌與犧牲，亦有熱愛與自由。你有自己嘅追求，自己嘅格局，自己嘅精彩，子女先至會學會獨立自強，經營自我，不依附他人。你守住相處分寸，不越界，不操心，子女先至會懂得責任與擔當，學會自己扛事，自己成長。好多家庭嘅後輩之所以懶惰依賴、缺乏擔當、不懂感恩，從來都唔係天性自私，而係長輩過度付出、過度包攬、過度兜底慣出來嘅。長輩事事操心，樣樣包辦，後輩自然無需長大，無需擔責，無需努力。長輩日日奉獻，時時犧牲，後輩自然習慣索取，不懂珍惜，不曉感恩。真正高明嘅晚年經營，從來都唔係言盡自己照亮後人，而是活好自己，影響後人，成全家人。人到退休，先至真正明白，人生最大嘅智慧係識得收手，懂得留白，學會愛己。前半生，我哋為生活奔波，為責任堅持，為他人而活，身不由己，無可奈何。後半生，風雨已過，塵埃落定，終於可以放下執念，放下操心，放下捆綁，好好善待奔波半生嘅自己。唔好再將所有時間耗喺柴米油鹽嘅瑣事之上。人生除咗家庭瑣事，仲有詩與遠方，愛好與熱愛，自由與精彩。唔好再將所有精力消耗喺後輩嘅人生之上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路要走，風雨要自己闖，磨難要自己扛，成長要自己經歷。唔好再將所有情緒綁定喺家庭嘅得失之上。家庭和睦係錦上添花，自我安穩
才係終身底氣。退休之後嘅人生下半場拼嘅唔係財富多少、子女出色、家事順遂，而係心態通透、身心安康、生活自在、靈魂自由。守住唔過度介入家庭、唔全程消耗自我呢兩個核心真相，先至可以跳出勞碌不討好嘅困局，遠離親情消耗嘅委屈，擺脫依附他人嘅被動。願所有退休之後嘅長者都可以睇透呢份晚年智慧，放下半生執念，收住過度操心，唔再將餘生全數奉獻俾家庭，學會為自己而活，為快樂而活，為自在而活，守住分寸，經營自我，享受餘生，讓親情有留白，讓生活有精彩，讓晚年有從容。前半生無悔奮鬥，後半生自在安穩，歲月無憂，餘生可期。人世間最難參透嘅，從來唔係大是大非，而係日常相處之中嘅分寸與進退。好多長輩一輩子為人正直，做事勤懇，待人真誠，一生冇做過虧心事，冇害過任何人，偏偏晚年過得最委屈、最壓抑、最唔開心。究其根源，從來都唔係佢哋本性唔好，而係太過善良、太過負責、太過唔識得為自己着想。世俗一直灌輸一種好誤導人嘅價值觀，做父母就要無私奉獻，做長輩就要處處忍讓，退休之後就要以子女為中心，一切以小家為先。於是好多老人家將呢句說話奉為金科玉律，死死記住，日日執行，用自己嘅餘生去驗證呢句話，最後先至發覺呢種無底線嘅善良只會換來無盡嘅消耗，呢種無保留嘅奉獻只會換來理所當然嘅冷漠。我行走世情數十載，見過無數家庭嘅興衰起落，發現一個好公平亦好殘酷嘅定律：晚年最辛苦、最勞碌、最唔討好嘅人，往往係最顧家、最捨得付出、最唔願意麻煩後輩嘅長輩，反而係一開始就識得愛自己、有底氣、有邊界、唔隨意透支自我嘅老人家，晚年最輕鬆、最自在、最被尊重。呢個世界從來都唔會因為你善良就善待你，亦唔會因為你顧家就體諒你。人性嘅規律向來都係越容易得到嘅嘢，越唔被珍惜，越無條件嘅付出；越容易被輕視，越冇底線嘅遷就，越容易被忽略。好多退休長者嘅心底都藏住一種根深蒂固嘅恐懼，佢哋驚自己唔夠勤快會被子女嫌棄，驚自己唔夠體諒會被後輩埋怨，驚自己唔夠幫襯會連累細路辛苦，驚自己過於自私會被外人閒言閒語。就因為呢份過度嘅顧慮、過度嘅善良、過度嘅懂事，令自己一退再退，一讓再讓，一犧牲再犧牲，最後退到冇立足之地，讓到冇自我空間，犧牲到冇晚年生活，日日活喺小心翼翼、戰戰兢兢之中，事事以後輩優先，處處以家庭為重，唯獨忘記咗自己先至係陪伴自己走完餘生嘅人。其實老人家真係唔需要活得咁卑微，你半生勞碌撐過風雨，養大子女，撐起頭家，你嘅功勞、你嘅辛苦、你嘅付出，早已足夠匹配你晚年嘅安穩與從容。你退休之後嘅清閒唔係懶惰，你屬於自己嘅生活唔係自私，你適度嘅放手唔係唔負責，你守住自我嘅底線唔係唔顧家，只不過係大半輩子已經盡完所有責任，餘生只需要盡情善待自己，放鬆自己，成全自己。好多人驚放手之後子女會過得唔好，小家會運轉唔順，後輩會承受太多壓力。但我想話俾所有長輩知，你永遠冇辦法幫後輩擋晒所有風雨，亦永遠冇辦法替後輩走完屬於佢哋嘅人生路。每一代人
都有每一代人嘅磨難，每一個年紀都有每一個年紀嘅課題。年輕人有佢哋嘅壓力，有供樓養家嘅負擔，有職場打拼嘅不易，呢啲都係成年人必須經歷嘅成長。你可以心疼，可以體諒，可以偶爾幫忙，但絕對唔可以全包，絕對唔可以替代，絕對唔可以透支自己去為佢哋兜底。一個人嘅擔當，從來都係經歷壓力先至磨練出嚟。一個家庭嘅溫度，從來都係互相體諒先至積澱落嚟。一對夫妻嘅成熟，從來都係共同扛事先至慢慢契合。如果長輩一直擋喺前面，一直全包所有瑣事，一直無限兜底所有壓力，年輕人就永遠學唔識獨立，學唔識承擔，學唔識珍惜。你以為你係愛佢哋，實際上你係剝奪咗佢哋成長嘅機會，亦透支咗自己晚年嘅福氣。我身邊有一位前輩，今年67歲，退休7年，係我見過最通透、最有福氣嘅長者。佢年輕時做公務員，做事穩重，為人正直，一輩子勤勤懇懇，從不偷懶，將仔女養大成人，供書教學，幫佢哋成家立業，該盡嘅責任，該付出嘅心血，從來冇少過半分。但佢同其他長輩最大嘅唔同，就係佢從一開始就守住晚年嘅兩個真相，從唔將自己嘅餘生全數耗喺家庭之上。佢退休之後，從來唔主動搬去仔女屋企同住，亦從唔日日主動上門幫忙做家務湊孫。佢有自己嘅舊居，自己嘅朋友圈，自己嘅生活節奏。每日朝早起身晨運、散步、打太極，養好自己身體。日間約老友飲茶、下棋、寫字、遊園，豐富自己生活。夜晚睇書、聽曲，靜心休養，從唔熬夜，操心家事。仔女有需要幫忙嘅時候，比如突發出差、身體不適、緊急工作，佢從來都會二話不說，出手幫襯，湊孫、睇屋、打理瑣事，盡心盡力，絕不推辭。但一旦難關過去，事情解決，佢即刻退回自己嘅生活，絕唔留低，絕唔插手，絕唔過問後續小家瑣事。好多身邊嘅親戚一開始仲話佢冷漠，話佢唔湊孫，話佢唔顧後輩，覺得老人家退休就應該日日圍住細路轉，先至係合格嘅長輩。但幾年時間落嚟，所有人都睇到咗差距。呢位前輩身體硬朗，精神飽滿，心態開朗，從冇怨氣，每日活得自在瀟灑，從容淡定。佢個仔女、媳婦、女婿從來唔會將佢嘅付出視作理所當然，每次得到幫忙都滿心感恩，處處體諒。逢年過節、閒時假日都會主動返來陪伴、關心、問候，真心孝順，翁婿、婆媳、祖孫關係和睦溫暖，冇爭拗，冇芥蒂，冇埋怨。反觀身邊日日全包家事，全日湊孫，全年無休嘅長輩，大多數都一身病痛，滿心委屈，日日勞碌卻處處被挑剔，時時付出卻常常被嫌棄。呢種鮮明嘅對比，從來都唔係運氣問題，亦唔係子女品性問題，而係晚年活法嘅差距。有分寸嘅付出，先至會被珍惜；有邊界嘅關懷，先至會被敬重；有自我嘅人生，先至會有福氣。好多長輩仲會有一個執念，覺得我幫得愈多，子女就愈輕鬆，家庭就愈和睦。呢個邏輯聽起身好合理，實際上完全違背人性。人嘅惰性同貪念係與生俱來嘅。你今日幫佢做一餐飯、掃一次地、湊一日孫，佢會多謝你。你日日幫佢做，年年幫佢做，一輩子幫佢做，呢份善意就會慢慢變成常態，常態就會變成義務，義務就會變成理所當然。一旦你停低，一旦你稍為怠慢，一旦你想為自己休息，就會即刻從有功
變成有過，從體諒變成自私，從好長輩變成唔負責。呢個就係最真實、最殘酷嘅人情規律。一次性嘅幫忙係恩情，長期性嘅付出係本分。退休長者一旦將自己活成家庭嘅免費常態勞動力，就永遠冇辦法再得到真心嘅感恩與尊重。你做得再多都係應該，你做得少少就係唔對。呢種扭曲嘅相處模式會慢慢消磨掉所有親情溫度，令原本溫暖嘅家人關係變成冷冰冰嘅索取與消耗。更加值得深思嘅係，過度投入家庭嘅長輩，往往會不知不覺陷入操心成癮嘅狀態，日日圍住家事轉，圍住細路轉，圍住是非轉，眼界會越收越窄，心態會越變越躁，思維會越來越固化。慢慢你會發現你嘅世界入面淨係得仔女、孫仔、家頭細務、柴米油鹽。你冇新嘅見聞，冇新嘅感悟，冇新嘅朋友，冇屬於自己嘅樂趣。你同外界嘅聯繫慢慢斷開，你同時代嘅步伐慢慢脫節。你唯一嘅話題就係屋企瑣事，唯一嘅情緒就係後輩嘅態度。呢種生活看似充實，實際上極度危險，因為你嘅快樂完全取決於他人嘅態度，你嘅安穩完全依附於他人嘅生活。後輩今日態度好，你就開心一日；後輩今日態度冷淡，你就難過一日。小家今日和睦，你就心安；小家今日有爭拗，你就煩憂。你徹底失去咗情緒自主權，淪為他人情緒嘅附屬品，一輩子勞碌，最後連自己嘅喜怒哀樂都掌握唔喺自己手中。通透嘅老人家一早睇透呢一點，所以佢哋退休之後一定會刻意保留屬於自己嘅世界。佢哋明白晚年嘅高度從來都唔係睇你幫後輩做咗幾多事，而係睇你仲有幾多屬於自己嘅生活。你有自己嘅愛好，就唔會日日盯實後輩嘅一舉一動。你有自己嘅社交，就唔會將所有情緒綁定喺家庭瑣事。你有自己嘅追求，就唔會因為少少家事爭執就耿耿於懷、鬱鬱不樂。人到晚年，最貴係自由，最難係自在，最稀缺係屬於自己嘅時間。前半生我哋被工作綁住，被責任綁住，被生活壓力綁住，身不由己，必須奔波，必須付出，必須狂試。呢啲都係成年人嘅無可奈何，係人生必經嘅歷練，冇得選擇，冇得逃避。但退休之後，責任已了，壓力漸減，束縛鬆開，呢個時候仲自己捆綁自己，自己消耗自己，自己放棄自由，就係最愚蠢嘅自我折磨。好多長輩成日話：我都一把年紀，仲有咩愛好，咩追求？人生就係咁樣，湊下孫，顧下屋企，過一日算一日。其實呢種心態先係晚年最大嘅悲哀。年紀從來都唔係放棄自我嘅理由，退休從來都唔係終結精彩嘅借口。50歲、60歲、70歲，無論幾多歲，只要你願意，你永遠可以重新活過，重新愛自己，重新經營屬於自己嘅人生。你可以重拾年輕時嘅興趣，寫字、畫畫、唱歌、跳舞、種花、養魚，讓平淡嘅日子多一份雅趣。你可以多結交志同道合嘅老友，閒時聚會、傾談、遊歷，打開自己嘅眼界，唔好局限喺方寸之家。你可以多走多睇，行下山，睇下海，遊下遠方，感受世間萬物嘅美好。唔好日日困喺廚房、客廳之間。你可以靜心修養，早睡早起，堅持運動，打理好自己身體，唔好讓病痛拖累自己，連累後輩。呢啲看似簡單嘅小事，正係晚年最高級嘅福氣。好好活自己，唔單止係成全自己，
更加係成全成個家庭。一個心態陽光、生活豐盈、性格開朗、獨立自在嘅長輩，會為家庭帶來溫暖、平和、從容嘅氣場。你唔計較、唔嘮叨、唔焦慮、唔糾結，成個屋企就少咗是非，少咗爭拗，少咗負能量。你活得精彩自在，子女先至會安心打拼、安心生活，唔需要時時掛住你、擔心你、愧疚你。相反，一個日日圍住家庭轉、滿心牽掛、滿身疲憊、滿腹委屈嘅長輩，必然會時時嘮叨、處處焦慮、事事計較。你覺得自己付出太多，得到太少，內心長期失衡，自然容易動怒，容易抱怨，容易消極。呢種負能量會默默滲透喺家庭氛圍入面，令後輩返屋企覺得壓抑，覺得拘束，覺得唔自在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想遠離，都想逃避，原本親密嘅家人關係慢慢變得疏遠尷尬。好多家庭嘅隔閡、親情嘅淡化、家人嘅生疏，從來都唔係因為溝通太少，而係因為長輩付出太多、操心太多、介入太多。過度嘅愛會變成束縛，過度嘅關心會變成壓力，過度嘅參與會變成矛盾。呢個真相看似無情，卻係世間人情最真實嘅底層邏輯。我哋再講反兩個晚年核心真相，拆解清楚無數長輩一生睇唔透嘅迷局。第一個真相，唔做24小時在職嘅家庭保姆，唔係推卸責任，而係尊重規律，保存親情。好多長輩混淆咗幫忙同包辦嘅界線，混淆咗關心同干預嘅區別。幫忙係雪中送炭，係臨時保衛，係適度扶持。包辦係日日兜底，係全年無休，係無底線奉獻。關心係遠距離嘅掛念，係適時嘅問候。干預係近距離嘅管束，係強行嘅安排。退休長輩可以幫忙，但絕對唔可以包辦；可以關心，但絕對唔可以干預。子女工作忙碌，偶爾幫忙接送孫仔、打理家務係體諒。但日日全包、年年全攬，剝奪年輕夫妻嘅家事參與權、育兒責任感，就係越界。子女遇見經濟周轉困難，適度幫襯、暫時資助係情分，但長期無底線補貼、無節度兜底，令年輕人失去奮鬥動力，養成依賴惰性，就係害咗後輩。家庭嘅本質係各司其職，各安其位，各自承擔。年輕人有年輕人嘅責任，要打拼事業，要經營婚姻，要養育子女，要承擔生活風雨。老年人有老年人嘅使命，要修養身心，要安度晚年，要守住平和，要成全後輩。長輩搶咗後輩嘅責任，就會亂禁家庭嘅秩序；長輩扛咗後輩嘅風雨，就會廢感後輩嘅擔當。世間萬物過之不及，太過慈祥就會變成縱容，太過體諒就會變成卑微，太過付出就會變成消耗。真正睿智嘅晚年係剛柔並濟，有戒有度，進退自如。該幫嘅時候真心幫，不計較，唔留怨；該退嘅時候果斷退，唔猶豫，唔牽掛。該放手嘅時候徹底放，唔操心，唔糾結。第二個真相，晚年價值從不依附子女，自我豐盈先係終身福氣。好多老人家活咗大半世，一直活喺為人子女、為人父母、為人長輩嘅身份入面，唯獨忘記咗自己原本嘅身份。我就係我，一個獨立嘅個體，有自己嘅喜怒哀樂，有自己嘅人生追求，有自己嘅活法權利。年輕時我哋被逼依附生活，依附責任，依附家庭，冇得選擇，必須捨棄部分自我去成全、生存、成全家庭、成全子女。呢啲係生活所逼，
係時勢使然，無可奈何。但退休之後，生活壓力卸下，人生責任圓滿，呢個時候仲唔走回自我，就係白白浪費咗人生最寶貴嘅自由時光。晚年最大嘅悲哀，唔係貧窮，唔係孤獨，唔係衰老，而係一輩子都冇真正為自己活過。臨終回望，一生都喺為他人奔波，為他人犧牲，為他人遷就，冇一日屬於自己，冇一事隨心所欲，冇一刻自在從容。呢種遺憾係一世都冇辦法彌補嘅。聰明人一早睇透呢個道理，所以佢哋退休之後，從唔將自己嘅全部時間、精力、金錢、情緒耗喺家庭之上。佢哋依然愛子女、顧家庭，但佢哋更愛自己，更懂成全自己。佢哋明白，一個冇自我、冇底氣、冇生活嘅老人家，就算付出再多，都只會活成家庭嘅附屬。一個有格局、有熱愛、有天地嘅老人家，先至可以活成家庭嘅福氣、後輩嘅榜樣。好多長輩驚自己過得太自在，會被外人話自私、話冷血、話唔顧家。但我想話俾大家知，真正嘅善良從來都唔係犧牲自己成全他人，真正嘅顧家從來都唔係耗盡自己滋養後輩。最高級嘅顧家係先活好自己，用自己嘅平和心態、健康身體、從容生活去滋潤成個家庭。你身體健康，唔使子女時時掛心、日日擔憂，就係對家庭最大嘅幫忙。你心態平和，唔勞叨、唔抱怨、唔製造矛盾，就係對家庭最大嘅溫暖。你生活豐盈，唔依附、唔糾結、唔患得患失，就係對家庭最大嘅成全。你活得好，屋企嘅氣場先會好；你心自在，屋企嘅日子先會順；你有福氣，成家人先會安穩。反觀好多日日耗喺家庭、事事全包嘅長輩，日日勞碌、夜夜操心，熬到一身病痛、滿腹委屈，最後自己受罪，子女擔心，家庭受累。你以為你係偉大奉獻，實際上你嘅透支、你嘅勞損、你嘅負面情緒，都會變成後輩嘅隱形壓力，變成家庭嘅無形負擔。做人長輩一定要拎清主次，睇透輕重。晚年嘅第一要事，從來都唔係湊孫，唔係做家務，唔係幫襯後輩，而係養身、養心、養福、養格局，好好愛自己，先至有能力愛家人，好好活自己，先至有底氣顧家庭。退休之後，唔好再執着於我要為後輩做幾多，而要多問自己，我仲可以為自己活幾多？唔好再將人生嘅寄託擺喺子女身上，唔好將晚年嘅希望交付喺他人手中，唔好將自己嘅快樂綁定喺家庭嘅得失之上。你嘅人生，你嘅餘生，你嘅幸福，從頭到尾都只屬於你自己，從唔需要靠他人成全，靠家庭證明，靠付出換取。人世間所有長久和睦嘅家庭，都有一個共通點：長輩有長輩嘅清閒自在，後輩有後輩嘅打拼擔當。長輩唔越界，唔操心，唔捆綁；後輩懂感恩，懂體諒，懂珍惜，彼此守望相助，互相體諒，卻又各自獨立，各自精彩。呢種有分寸、有留白、有溫度嘅家庭關係，先至最穩固、最長久、最有福氣。而所有爭拗不斷、矛盾重重、親情疏遠嘅家庭，亦都有一個共同病灶：長輩過度介入、過度付出、過度消耗，將自己嘅人生全數綁定喺後輩身上，搞亂咗小家秩序，慣壞咗後輩心性，透支咗親情溫度。最後付出愈多，裂痕愈大，操心愈多，怨氣愈多，犧牲愈多，幸福愈少，走盡半生風雨。終於明白，退休唔係責任嘅延續，
而係人生嘅轉場。晚年唔係奉獻嘅收尾，而係自我嘅開篇。前半生我哋為生活奔波，為親人付出，為責任堅持，身不由己，無怨無悔。後半生我哋只需要為自己而活，為快樂而活，為自在而活，隨心而行，隨心而安，守住兩個晚年真相，放下半生執念與操心，唔做全年無憂嘅家庭保姆，學會放手留白，適度抽身，唔做依附家庭嘅附屬之人，學會豐盈自我，活好自身，以溫柔且有底線嘅心態對待家人，以通透且灑脫嘅姿態對待餘生。從今往後，少啲操心，多啲從容；少啲消耗，多啲自在；少啲糾結，多啲釋然。讓親情有溫度，讓生活有精彩，讓晚年有尊嚴，讓餘生有可期。前半生風雨兼程，無悔奮鬥；後半生安穩自在，歲月溫柔，便是人間晚年最好嘅歸途，最圓滿嘅福氣。好多長者讀到呢度，心入面依然會生出一重疑惑：唔通所謂晚年通透，就等於變得冷淡？凡事漠不關心，眼睜睜睜住，後輩遇上難關都袖手旁觀。其實真正嘅清醒，從來唔係心如鐵石，切斷牽掛，而是分清情分同本分，辨明扶持同縱容之間嘅界線。大半輩子，我哋習慣咗將親情當成一條無限拉長嘅繩索，以為綁得愈緊，感情就愈牢固。到頭來先至發覺繩索勒得太實，只會令雙方都喘唔到氣，距離適當拉開，彼此先至會記掛相識。世間大多數親情矛盾根源都在於角色唔識轉換。年輕時，父母係家庭嘅掌舵人，決定衣食住行，規劃子女前路，事事做主理所應當。但當子女成年結婚，建立屬於自己嘅小家庭，父母就應該慢慢由掌權者轉變成旁觀者，由凡事話事變成適時提點。可惜好多老人家角色調整唔過來，腦海依然停留喺細路尚未長大嘅年代，不自覺想去操控後輩嘅選擇，小至買什麼家私，如何安排飲食，大至工作去向、理財方式、管教小朋友嘅手段，樣樣都想參一腳。一旦後輩唔聽從自己意見，內心就會生出失落感，覺得養大嘅仔女翅膀硬咗，唔再尊重長輩，繼而心生怨懟。人要明白，每一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嘅時代課題。你憑藉過往幾十年積累嘅經驗，只適合你所身處嘅歲月，未必能夠完全套用喺今日嘅環境。30年前嘅謀生方式、人際準則、消費觀念，放到今時今日，好多情況已經不再適用。長輩可以分享自身嘅閱歷作為參考，但唔可以強行要求後輩照單全收。容許後輩行屬於自己嘅彎路，容許佢哋試錯、跌倒、重新站起，呢一份包容先係更深層次嘅愛。就算後輩踩坑受損，亦都係佢成長路上必須交嘅學費，旁人無從代替。縱使你有能力擋在前面，避免佢受挫，亦只可以避開一時嘅風浪，無法護佑佢一生。缺少磨練嘅靈魂，永遠唔會真正成熟。除咗相處邊界之外，好多退休長者另一個容易踩落嘅陷阱，就係金錢上面嘅拿捏分寸。大半輩子辛勤儲落嘅積蓄，好多長輩心入面早已有預設，遲早都會留俾仔女。既然終歸都係後輩嘅，不如早啲拿出來幫襯，減輕年輕人負擔。於是有人大手大腳資助仔女置業創業，無節制幫後輩清還債務，甚至將自己養老本悉數拿出，到自己年紀愈來愈大，身體陸續出現毛病，需要錢醫病調養之時，
先至發覺手頭空空如也，想向仔女尋求支援。部分後輩早已習慣咗長輩不斷輸出，一旦冇持續資助，態度隨即轉淡，令老人家晚年陷入進退兩難嘅窘迫境地。我唔係主張長者對後輩一毛不拔，親人之間適當嘅經濟扶持本屬人之常情，但一定要守住底線。養老錢永遠唔可以完全拱手讓人，手入面有屬於自己嘅積蓄，唔單止係應對病痛突發嘅保障，更加係晚年維持尊嚴最重要嘅底牌。當一個老人家經濟上完全依賴仔女生活，講話自然難免底氣不足，好多想堅持嘅原則，想維護嘅自由，最後都只能妥協退讓。有積蓄唔代表要自私地獨自享用，唔願意分享，而是掌握主動權，選擇什麼時候幫多少，而非被動地持續輸出。可以在後輩遭遇重大變故之時施以援手，但唔好將定期資助變成常態。一旦形成慣例，本來嘅恩情慢慢就會演化成理所應當嘅責任。亦有唔少長者抱有一種念頭，只要我不斷金錢上扶持仔女，日後自己年老體弱，行動不便，佢哋就會用心照料。人性從來唔係單向線咁簡單。孝順唔會因為金錢施予自動兌現，真心嘅感恩源自彼此體諒，源自長期舒服嘅相處模式。單純依靠物質堆積出來嘅關係，根基極其脆弱。一旦資助斷絕，往日種種付出極容易被一筆勾銷。與其寄望用金錢換取晚年照料，不如先儲足養老開支，鍛煉好身體，經營獨立嘅生活，減輕日後仔女嘅負擔，保持平等自在嘅往來。談到身體，好多老人家退休之後全心投入湊孫、打理家事，完全忽視養生調理，每日早出晚歸勞碌，飲食作息跟隨年輕人節奏，捱夜勞動過度，情緒時常因為瑣事起伏，明明有充足時間休養，反而比上班時候更加操勞。好多人總覺得自己身體尚算硬朗，捱少少唔緊要，可以撐得住。病痛離自己仍然遙遠，但身體嘅耗損從來都係日積月累，一時半刻睇唔出變化，等到各樣慢性病陸續浮現，先至後悔當初唔懂得惜身。長者一定要記住，保持健康唔單止係為咗自己舒服，亦都係減少子女最大嘅負擔。如果你身體康健，日常生活能夠自理，唔需要旁人時刻看顧，仔女就可以安心經營自己事業與小家庭，唔使長期分心憂慮。反之，如果長期透支身體，百病纏身，不單止自己飽受煎熬，仔女亦要在忙碌之餘分出大量時間、金錢照顧，原本簡單嘅家庭平衡隨即打破。好多家庭後期出現爭執，互相埋怨。導火索往往就係長者健康出現大問題之後，長期照料壓力，令所有人情緒臨界爆發。與其等到病痛纏身，家人在照料之中滋生矛盾，不如趁退休黃金歲月，好好作息運動，調養五臟六腑。人世間所有圓滿嘅晚年，永遠建立在三樣事物之上：健康嘅身體、獨立嘅經濟、豐盈嘅精神，三者互相支撐，缺一不可。身體係一切基礎，金錢係底氣保障，精神富足決定你每日活得到底，開唔開心。過度投入家庭，容易慢慢消耗掉呢三樣珍貴資本。懂得平衡取捨，守住邊界，先可以好好保存三者，安享歲月。回望漫漫人生路，青年時期拼衝勁，中年時期拼擔當，踏入老年，比拼嘅唔再係成就、財富、後輩出色，而係心態同選擇。同樣，一場退休轉折，
有人將其變成勞役嘅延續，日日圍住家庭不停操勞，耗盡光陰，滿腹委屈；有人將其當成新生起點，收住過度操心，經營自我天地，日子愈過愈自在。兩種截然不同嘅晚年光景，往往只取決於中年臨近退休之時建立嘅觀念，以及能否願意放下根深蒂固嘅舊思維。唔好等到病痛纏身、精力衰退，先至懊悔從前冇好好享受屬於自己嘅時光。歲月唔會倒流，青春不再重來。退休呢一段無職場壓力、責任逐步減輕嘅日子，錯過咗就永遠無法補償。能夠想通邊界、懂得愛己、把握分寸嘅長者，先能夠解鎖晚年真正嘅複雜。親情係一場溫柔嘅緣分，唔應該演變成一場無休止嘅消耗。長者嘅一生奉獻值得敬重，但唔代表餘生一定要繼續燃燒自己。適度嘅愛溫暖彼此，無底線嘅燃燒最終只會灼傷自身。前半生盡責無悔係對命運嘅交代，後半生善待自我係對自己最後嘅溫柔。願每一位走到退休階段嘅長者都能夠打破世俗既定嘅框架，擺脫必須無私奉獻嘅束縛，拎清相處界限，平衡家庭與自我，有能力善待親人，亦有勇氣成全自己，遠離糾紛內耗，心無掛礙，安然度過屬於自己嘅下半場旅途。